呢次真係碌柒大過碌身啦，兄弟們又一個樓盤降價，單價直降3000喎。海印雲頂又係一個拉低第4代住宅價值嘅樓盤啊，但係都1萬出頭啊，1萬出頭買開發區嘅雲頂，好似又唔算新聞喎。不過如果1萬出頭買雲頂3號樓，精裝唔靠路，你又覺得佢有冇性價比啊？海印板塊火炬居住環境最好嘅板塊，唔講依家二手咩價，冇乜可比性嘅，反正周圍都降緊價，要對比就對比翻而家賣緊嘅產品啦。相比一棟單價8000幾嚟講，確實有少少貴啊，但多咗個裝修喎，再送你風管機喎，上車成本再低少少喎，居住環境更加安靜喎。咁準備賣嘅就係嗰個3棟啊，但係呢係水平位置嘅，同一個方向嘅。咁你覺得呢度車流量算唔算嘈啊？唔係，嗰條南外環喺嗰邊噶啦。其實我喺度講緊嘢，話 OK 吧？都話中山人最識享受，廣東人最懂廣東人，中山人開發嘅項目，梗係最懂廣東人啦。一直都3米幾層高，本地開發商一直都唔做剛需嘅，就係要做好房子啊嘛。3梯4戶，119方純南向，3房2廳2衛，3間房都向南啊。143方南北對流嘅雙陽台，4房2廳3衛，同樣都係做到3間房向南喎。嗱，呢棟咧已經交付噶啦，你睇已經有人封窗入住噶啦，全部都已經封窗噶啦，所以唔好再話呢個雅居樂係交唔到樓啦。佢雖然補交樓，但係都交到樓嘅，而且從我呢個空調主機去睇到咧，佢交付係送呢個風管機喎。3梯4戶啊，1、2、3條梯。其實佢呢個3梯4戶嘅設計咧，主要係因為咧，你3條電梯咧可以拉開咗佢呢個樓間距，再加上咧兩邊斜斜地嘅設計咧，咁呢個主陽台咧個景觀就唔會話好似以前咁個位置咧，咁陽台嘅景觀咧就俾佢擋咗好多。對方過嚟就兩個119方喎。119方再配多個生活陽台啊，用嚟放洗衣機、晾曬衫，啱啱好啊。廚房一字形設計唔算大，但係都預留埋雙門冰箱位置啊。景觀陽台連通客房，又大又長啊。公衛乾濕分區，第一個客房可以出陽台，第二個客房有飄窗贈送。主要係同公衛鏡像設計一模一樣大細，主人房兩邊牆都可以做衣櫃。143方入門口第一間房有啲細，但可以利用飄窗。樣板房打造嘅就開放式書房啊，整體空間夠晒大。嗱，交樓嘅時候呢度仲有一間房㗎，咁大個埲牆喺呢個位置，所以呢間房咧，你到時都好似呢度咁拆咗佢做個開放式書房，咁樣你呢個客廳咧開間大好多啦，因為你採光面係咁長啊嘛。南北對流雙陽台設計，飯廳北向望園林。3棟嘅北邊咧低層望翻呢個園林嘅，中心園林其實都 OK 㗎，下邊有個泳池㗎，就唔知有冇靚女喺度游水嘅咋。廚房夠大，可以同時多人操作啊，同樣都可以放到雙門大冰箱啊。公衛3段式設計，北向客房唔算細，主人套房預留好空間做衣帽間啊，空間冇問題嘅。擔心衣櫃唔夠嘅，床尾都可以做㗎，因為佢真係夠大。主位就有啲大㗎啦，瞓住嚟沖涼或者屙屎都夠位置嘅。嗱，頭先講咗呢個樣板房入5棟嘅，咁準備賣嘅就係嗰個3棟啊，但係咧係水平位置嘅，同一個方向嘅。海印自帶商圈啊，6樓步行有滿足到你簡單衣食住行，開車到富日城商圈都係13分鐘，因為隔離係南外環，交通便利，東西走向有南外環翠亨快線，中開高速啊，無論你係想去江門度假定係去深圳玩都冇問題啊。另外南北走向嘅咧有長江路、郴州快線、港澳高速，隨便定個馬鞍島邊個位都係24分鐘啊，所以話無論你去玩定係去做嘢都好方便啊。有需要嘅私信我，幫你破底價。嗱，關注我啦！